大家好，歡迎嚟到逆流大叔嘅頻道。4年一度嘅世界盃又殺到嚟啦！呢排晚晚有波睇，身邊總有幾個朋友突然變成明燈同波神，頭幾場分組賽手風順，估中幾場，即刻覺得自己睇穿晒盤口，個人開始飄飄然。俗語有話貪勝不知輸，好多人就係因為贏咗頭嗰幾口，注碼越推越大。結果只要一場大爆冷就即刻贏粒糖，輸間廠，將之前贏落嘅連埋本金一鋪清袋。點解我哋硬係管唔住自己對手？今日大叔同你用易經起一卦，睇透呢種連贏幾鋪就覺得自己係神嘅心理黑洞。究竟莊家係點樣利用你嘅膨脹，將你一步步推向深淵？講到氣勢如虹、順風順水，喺易經入面最能夠代表呢種極度強勢嘅狀態，就係64卦之首乾為天卦。乾卦代表全陽，充滿力量同動能。當你買波連贏幾場，覺得自己眼光獨到，買咩中咩，嗰種狀態就係乾卦入面嘅飛龍在天，氣勢去到頂點。但係易經最偉大嘅地方就係佢話俾你聽，萬物都有個極限。我哋睇下乾卦去到最高最後一爻上九爻，爻辭得4個字：亢龍有悔。咩叫亢？就係飛得太高，推得太盡，過咗條底線。當你覺得自己連贏3場，第4場決定 show hand 全壓嗰刻，你就由飛龍在天變成咗一條亢龍。喺博彩嘅世界入面，亢代表你嘅多巴胺已經騎劫咗你嘅理智。你將過往嘅好運誤以為係自己嘅實力，你將注碼推到極限，完全放棄咗風險管理。但係世界盃最出名係咩？就係無常，就係爆冷，球證一張紅牌，一球12碼都可以令賽果瞬間逆轉。亢龍有悔，個悔字就係講緊，當你將注碼同自信推到最高點嗰陣跌落嚟，嗰種後悔莫及、輸到見底嘅絕望。莊家從來唔驚你贏，佢最驚你唔玩。佢哋就係用頭幾場嘅甜頭養大呢條亢龍，等你覺得自己天下無敵，由喺你注碼最大嗰鋪一次過連本帶利收割你。世界盃流長，我哋應該用咩心態去面對呢個博彩狂熱？大叔唔會講大道理叫你完全冇買，反而想留低幾個問題，等大家喺落注之前自己靜低心嚟問下自己。第一，當你連贏3場之後，你加注嗰刻，究竟係基於客觀嘅球隊數據分析，定係純粹因為你心入面嗰種我今晚實中嘅虛榮心作祟？第二，你睇波原本係為咗享受足球嘅樂趣，定係而家變咗每一次球員起腳，你個心都會跟住個盤口跳到上頸？當一場波嘅賽果可以決定你聽日有冇飯食嘅時候，你仲係咪一個球迷？第三，亢龍有悔，提醒我哋世事無絕對。如果一套投注策略，只要輸一場就會令你傾家蕩產，咁你覺得自己係喺度投資，定係喺度排隊等住跳樓？所以想喺世界盃期間保住個銀包，記住4個字：見好就收，唔好俾貪字蒙蔽咗雙眼，做一條識得降落嘅龍。喺度，大叔想同大家分享少少題外話。與其日日望住啲賠率盤口搞到心驚膽跳，不如睇啲有營養又有趣嘅數據。大叔最近發現咗個好正嘅 YouTube 頻道，叫 Data Gear X。呢個頻道專門將一啲複雜嘅數據同趨勢做成非常之吸睛同容易明嘅動態圖表，睇完包你長知識，絕對好睇過你喺度估國球大細。大家有興趣一定要去搜尋下 Data Gear X 睇通局勢，玩得開心，唔好俾情緒騎劫你嘅理智。如果你中意大叔今日嘅分析，記得訂閱、點讚同分享。我係逆流大叔，同你用易經看透天下大勢。我哋下集見。